大家好，我是周丹薇。我曾经得到巴拿马国际影展的最佳新人奖、亚洲影展的最佳女主角奖。我的父母亲他们当时是不愿意我进演艺圈的，我们家书香门第嘛，我就爱花，不管是虾米花我拢爱。我甚至于开了一间花店，好漂亮哦！你不觉得它好优雅？大杂xã会，我重新回到学校读册，拿到了戏剧系的硕士学位。问爸爸妈妈，是我这一辈子最深的羁绊。拿回来看，我妈说：“哦，这个好漂亮。”问妈妈的工去做吧，你去做吧。技能上，还漂亮。啊，那周杰算是领金的吗？还好，他一定要更认真。我的领星也下半场，我希望我能够活得更自在、更喜乐，充满了爱心。我走着人生路。一天过一天，会当食就加减食，会当行就爱四界行行。哈哈哈哈哈，下半场人生。哈哈哈哈哈，几岁拢无要紧。哈哈哈哈哈，下半场练习，轻轻松松。快乐过日子。因为吼，咱那个青春美丽，这做一定来亲近农林来佚佗，咱讲是校外教学的。周杰啊 ，Hello， 哎呦，足久无看虽然你足无用游玩遮水，无啦。哎，安尼上我的车，准备要来清境。周杰长友，你今麦虽然是较没有那么多戏约，比起以前，但是还是足侪代志咧无用对不？就不赢。教会的事情，因为现在又在开始又学画画，然后哎呦，我觉得我真的就这一代志哦，做不完了。啊，所以你这么无闲，你刚有时间出安尼佚佗啊，台湾世界。其实我还是会偷点时间跑出来，因为我很喜欢去走一走啊，看看山啊，看看水啦，看看风景啊。这里是人子关，这个所在有故事的哦。家的原住民赛德克族，日本人他们要来攻，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就是降服，就对，给他们治理。但是原住民当然不要啊，所以他们就在这边有一个很惨烈的战役。那您看这个霜，对，好漂亮，很漂亮哦，它是一个天然的屏障。然后因为山壁这样子，日本人就攻不进来。我旧年问你讲想要倒位佚佗，你念咪就甲我讲这个所在清境，为什么哈？第一个啦，我想说，哎，来清境农场可以看到花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觉得啊，已经过那么久了，想说啊，以前的感觉跟现在感觉会不会不一样？就想说啊，有时间的话，一定要再来过一次这样。我是第一回第一道甲名车出门。其实吼是足欢喜的啦，但是嘛是有淡薄仔紧张，所以我就想讲，至少我会甲这个韩导啊画好栽，可以坐好舒适啦。
辛苦的。对啦。头拄安尼开车，虽然开1点钟，但是价值哦，有价值。有价值吼。来到遮还阁唱一条歌，嗯，那个。哎呦哎呦哎！啊，真的真的，对无对无？对对对哎呦哎呦哎！头拄啊，我伫个路口遐有，你看，伊会听哇，马上来了。包好好，你一包我一包哦。Hello， 你买吧 Hello， 它一直吃掉。用鼻缸分开啊！那么想要吃吗？对，那么想要吃吗？啊，拢来啊，拢来啊，Hello，好啦好啦，给你吃，给你吃。口水。哎，他好像没有什么牙齿哎。我变班长。周杰伊是一个就爱动物的人，啊，其实我嘛是啦，尤其是阮摕迄个饲料出来，迄因为我袂输那个看到黄金的安尼直直动呢。我甲周杰两个用要跋倒去啊，看伊安尼耍啊这欢喜，我感觉对啊，下半场都是爱安尼耍啊。大概是前年的时阵，我带我的妈妈来，因为我妈是那种农村长大的孩子，那我想说啊，主人很喜欢。对啊，来到主人的所在，她应该很开心啊。对，结果没有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妈妈一来啊，她就像一个老公主。她就讲，哎呦喂啊，奈拢油啊晒，哎呦啊奈这侪油呢，啊油奈买甲关起来啦，这样，我妈就整个大失控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啊。那跟我想的无同。对，原来妈妈也有另外这么少女的一面。所以你看，楚婷，你现在都还可以带着妈妈来这么漂亮的地方，这么美的风景地方，带着妈妈来，是一种幸福，真的是一种幸福。啊，长久周杰，虽然爸爸妈妈已经无伫身躯边啊，伫天上，但是你即马出来，伊嘛是咧陪伴你啊，对不？对，我想我妈妈他们会在那边看着我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我爸我妈应该都会看着我。周杰伊是一个足有效的查某囝，啊，因爸爸妈妈啊个伫的时阵，因真正常常拢出国去佚佗啊啥，我就想讲，对呢，真正爸爸妈妈啊个伫咧身躯边的时阵，就是爱定定甲因带出门，有出来行，有出来看，心情就会好，啊，心情好，人就会健康。看到马啊，我有足侪故事会当甲你分享。哎，我嘛有，你嘛有哦，哎，因为吼，我翕外景啊，有一次骑马，我就不小心就摔落来了。哇，那你摔成什么样子？我迄当阵半边的那个的屁股，还有这个腰椎啊，这一半就都好痛。然后后来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马是一个就无胆的动物，它很胆小。然后重点是，我们如果要跟它亲近的话，我们要先把我们的姿态放好，所以我才会请你跟我一起坐来。这是用我的伤痛换来的经验呐。我较严重啊，你是安怎？我是因为拍戏啊，我骑马过去，我们要快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那个腿要突然夹一下嘛，对，会他也没怎样。可是我们的摄影师那边的动作比较大，哇，就是这个玩意我知，他就惊到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一惊他就哇，整个人起来，我人整个这样子摔下来，你知道吗？从那马背上摔下来，我摔在地上。只觉得我的我也那个脊椎哦，微椎哈，哇，怎么这么痛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没有办法，因为全剧组人都在等我一个人拍呀，怎么办？就把我带到那个空军总医院。我最记得哪一郎，前面、中间、后面6个人按住我，然后一个这么长的针，从我的尾椎打进去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是我后来才打完了以后，我立刻就站起来就动了。我才知道那是什么，美国仙丹，对哦，类固醇。那个时候的类固醇很恐怖的，对啊，还有副作用。对，然后所以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我的腰非常不好，我的尾椎也不好，所以
我们的人生下半场要把你的人生上半场先过好，先过好，哦，安尼你知无？有理，安尼我记有掉。周姐，我看伊遮那个有教练嘿，带的，还是咱今仔日来试看卖，看能不能跨出一点点我们的恐惧，好不好？你说要我们这样子现在去骑哦？可以吗？咱两个人安尼互相走大，互相壮胆，好不好？好反正去看一下，去看咱安尼一下。姊妹啊破， Hello，安尼会使吼。好好，从右脚跨过去，背要挺直哦。有点紧张，不要紧张。但我紧张。 OK。我觉得呢，楚婷，我觉得绕一圈就可以了。我嘛是安尼想呢，咱先去一练就好啊。嘿，嘿啊，咱莫贪心，嘿，不对。贪心。OK，好。OK。哦，我又骑了一次马。其实老实讲啦，若是敢若我一个人，我真正唔敢搁徛迄只马。啊，真正是因为我感觉，做一个伫个啊，啊两个人较有搭啊，做伴安尼。啊，事实上我看会出来，做一个是足紧张的。啊，毋过我足欢喜的，就是我有做到啊。啊，做一个伊嘛有做到啊。加油加油，耶！真的被考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恐惧啊，那个惊吓是底下很内心深处，对对，好像觉得心又快要跳出来，对不对？可是好像又过了。好了，好啦，我们的人生下半场也算是有完成了哎。呀，跨出小小的一步。我们谢谢教练，多谢，谢谢拜，咱两家拜拜都足水的拜。 ，Thank you。走走走。又加串，又加串。哦。哇，足快风景呢，群山围绕。真正的呢。哦，听说这边我们对面这些山呐，全部都是3000公尺以上哦，安尼算起来都是。就管呢哈。嘿啊，就这百越啦，3000公尺以上的啦。没错没错。我在想，这个方向啊，这个方向应该都是往合欢山。哦。五岭，你知不？哦，五岭，对啊，我知道五岭。哦，这片山景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就真的很美。大个人拢爱看水的物件，对啦像有这美景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咱查某囡仔对水这个物件，佫特别敏感。会当你讲容貌焦虑，你有安尼困扰无？哪一个女生不怕老啊？对啊不对？没有一个女人不怕老的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那要安怎？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因为年龄是不可逆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最好就是说，做好自己的心理准备。然后第一个哈，爱困吧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多吃点胶原蛋白啊。那还有一点就是，其实是心态，这是重点。当然，肥胖是绝对不可以的，所以要常常做运动啊，对不对？像我们今天来走路啊，对啊，也该呢。就是有的时候去打球啦，就适合我们这个年龄的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条山啊叫做九门山，石门山，呀，所以你有来过无？我较早有来过呢，是吼。嘿，不过那已经很多年，大概有10年了。啊，伊当阵来嘛是来爬山，还是
你的目的这次是什么目的？我现在就是有一点拍摄功，你知我无？要跟你讲，讲到这我真正流汗。即摆已经是春天啊，嘿，你知无？4、5月这应该是一片的迄个杜鹃花。你都是骗我的啦，有哦，没有真的？我是真心的呢，真的有吗？因为我真正有来这看过花，啊，我感觉介水，我印象很深刻。我就想讲，你这么爱花，我一定爱带你来。结果，互你一抓落这远，说什么都无看这到，注定下后摆我多来一摆。真正老亏，真正不够老亏的。我真正是差不多8个月进前就开始规划安尼，结果我安尼算，拢算袂过天就对啊。哎，朱婷，这就是杜鹃，这真正是真的，你看，而且它还有一点花苞哎，只是它的叶子是被冻伤了啦。啊对，真正的，因为有落雪。哎呀，你看，好了，练习生你没有骗我的，哎，我有安慰着我啦。对，看还有小花苞哦，哎，所以讲吼，还佫有希望，有可能真正会佫开花哦。你看这全部都是杜鹃啊，这一丛的，我看啊，我们在这里小歇一下好了。好啊，虽然我们没有看到杜鹃花，但是我们看到了杜鹃树。对，哎呀，休息一下。周姐，其实我知道你的人生虽然是足美丽，你是 model， 又是一个足赞的、足厉害的演员，没有啦，啊，但是老实讲，你的人生嘛是坎坎坷坷，就是你曾经有想要有家己的囡仔，当然有很大的想象，然后也很努力的去想要达成。对啊，我在9年里面，做过14次的试管婴儿，最后一次做完是44岁。哇，你真的是拿你的生命去挖一个生命，对啊，哇，结果还是没有，不会，结果我就在想说，这是老天爷的安排，让我，可能有让我有别的事情要做，别的任务要去行。所以讲吼，无论是有囡仔无囡仔，人生下半场拢会晓安排。对，尤其是现在，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亲真的非常非常的棒，每一个人都不希望去拖累家己的囡仔。对，那我们这个年龄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60、70岁了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就要好好的安排我们自己人生的下半场，想好我们要怎么做。你起码够笑脸的哈，但是可以慢慢来规划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虽然练习生，我们没有看到美丽的高山杜鹃，对啊，但是呢，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些很漂亮的花。我觉得应该是你的大本营，因为你是爱花人士，我觉得应该是你的基地，对不对？今日就到的，那会遮济人哈？嘿，对啊，哇！你知影是啥物原因无？应该是讲明仔载可能是初一，还是15安尼。明仔载是迄白色情人节，你知无？我感觉足青春的，这个什么情人节，足久无过啊呢。甲我同款啦。周姐，我会记得你是结婚了，啊，搁是较无演戏了，你才开始开花店。对啊。啊，我知影就是普通足侪艺人，若是要创业啊，会选择就是开餐厅。对。对我足侪吼啊，但是为什么你会选择要开花店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，我从小的时候看到路边看到很多花，我都会很喜欢。而且我去国外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人家的花店都好漂亮，就温暖，就水。对。所以呢，我就在想说，那我自己要离开演艺圈嘛，那我要做什么嘞？我就想说，那我做一个花店好了。
你最喜欢什么花？哎，老实讲，我什么花拢就爱的呢。你赶快东西花痴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好漂亮哦。这个这样呢？老板，这是不是波斯菊啊？是哈。哦，好漂亮哈。哦，哎，我觉得它好优雅，好舒服哦。高枝钩枝，可是我告诉你，这是属于草花类，所以呢，它比较不耐。讲到花，真正你的专业都出来啊，是啦专业度就出来了。没有专业了，只是熊爱啊啦。这个一样都卖900，那个200，那个80，还不会差。福盛，哎，阿福，周姐，哎，hello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真的，这是老板，没有老朋友了啦。老朋友。恁偌久无见面啊？来，我一张相片啊，你看来。你太夸张了吧？30年的照片。哎呦，我的妈！哇，你错。哎，阿福，你不拿一张周姐比较漂亮的照片吗？周姐这张很漂亮。我的天哪！哎，我从他们2个人开始谈恋爱哦，然后结婚哦，然后到现在哦，小孩多大了？30岁。哦，我的妈！30岁。做阿公阿妈。2任啊。我的天哪！做阿公阿妈。真的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做阿公阿妈，太笑脸了啦，笑脸了。这好高是看到周杰那有够热情的啦，可见吼，周杰伊做人有成功，啊，福哥绝对嘛有甲斗相共，就是因2个人吼，应该是有咱咧讲迄种革命情感。迄当阵周杰，你若是有特别要做什么作品啊，特别的因应什么主题？我一定会请教阿福，看他会跟你讲说，哎，这唔好哦，你不要买。哦，不适合安尼。对，他周姐，他这个东西哦，你如果要做会场的话，它只能够撑几天。你雄厚就不要买最好了。了解。对，所以他都会告诉我，你知道吗？对了，好坏都跟周姐讲，一开花店哦，这是兴趣的。不然如果以成本去考量的话，你应该是赚足少的。你若感觉无够，就一直报安尼。哎，他没有在按计算机的啦。真的，他没有在按计算机的。哎，那我在想，咱今仔日刚有可能我们买一些花回去家里。好啊。啊，若是讲这个季节，就是即嘛春天嘛，对哦，嘿。冬季的有没有推荐？周姐，阮家拢是当季的，啊，你家己拣，我来准备汤啊。我们配点海芋好不好？我们做一群一群的哈，配紫色。我想要让它就是大红大紫的。丢。大红大紫。拿一点点它来打雾的感觉，加在里面去，好不好？更丰富。对。啊，几倍有够我还是2束？100就够了。就那种敢爱敢恨型。对，你的那个直来直往，差不多了。哦，嘛是爱几瓜配色搭配的角色，人家都说哦，没有兴趣哦，开不了花店，因为真的太苦了。休克啊！你要起得比别人早，你要走得比人家晚。哦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收，哎，你要收，你要做了会场以后，你要收干净啊，干嘛什么的。周姐拢了解。咱都是爱花的人，会互相惜留，会珍惜。对，谢谢阿福，好，拜拜，下回再见，下回见。我们现在去那个包材店，我们选了这么多漂亮的花，其实包材它也是花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，行拢爱配合好就对啊。你看看琳琅满目的包材，全部都是。玉芳，哎。好久不见，你好，你们越来越笑脸了。在花市可能比较开心吧。对，我告诉你，跟花接触一定都会东北老。好，除了你跟福哥，你们说你们认识乔贵3年有，那跟这一位高主也陶给牛，马西赶快哈，超过30年哈。所以讲现在的有没有什么喜件流行的包材啊？韩风啊，跟我们以前都不太一样，像这种材质跟以前都不太一样。对哈，这种包装纸都不一样。对，这个应该是有防水嘛？防水。玉芳，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我是什么感觉吗？我想说你怎么会来开花店？哎，对呢，一般想讲比较好吗？应该唔太辛苦啦。对。但是就是有兴趣啊，没法度啊。
那时候我真的是不懂的，所以都到这边来跟他们做请教啊，什么什么，慢慢一点点学，一点点学。然后他们有很多贝嘎嘎，我们是不知道的，然后就慢慢学咯。我最记得那时候早上来的时候，会帮我准备早点啊，豆浆啊，豆浆什么的，对，在买滨江东西很方便啊。对哈，那时候在滨江的时候啊，哦，那我知道了，如果肚子饿就先来买那个包菜，好，买完再慢慢选。对啊。我们买完花回来以后，就要先整理花材。爱心经历哈。对，哎，老实讲啊，我觉得买的时阵就欢喜的，但是经历的时阵就痛苦的。以前我的朋友都说，哇，阿丹你的手是最漂亮的。可是自从我做了花店了之后，到现在又做垂直琉璃，我的手就从来再也没有漂亮过了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花材大部分都有农药啊，哦，对不对？你要有农药，所以对哦它一定会伤到嘛。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辛苦的代志，就是咱东西到底都起，嘿，对啊，所以你看边啊咧，时光在施工有声音哈，对对对对，没办法说真的，在一个很宁静的环境里面，对，有一句话，国语叫水泥丛林嘛，啊哈，对啊，台语叫红门头树拿，树拿是什么意思？树拿就是森林。哦，树拿就是森林哦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住在红门头树拿来对。我头一届来甲做一个花园啊，我就感觉哇哦，真正无简单呢。那是这地花吼，迄个树桩有收机啦，嘛有照顾花嘛，开甲足水以外，伫伊个花园有迄红啊，有迄个一寡动物啊，吼，还是一寡天使伫花园内底。我感觉真正做一个够古锥的呢。伊虽然已经是时代的年岁，啊，毋过伊的心内。啊，搁带一个细汉囡仔，都是永远那种童心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看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插花干嘛要铁丝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因为我们插下去的时候，我们的底部没有东西可以固定，对。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铁丝，去让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作用。安尼嘛袂歹看呢。安尼没拍垮哈。对啊，有它自然的感觉。丢丢丢。你看哈，我们现在哈，我们把长枝的花全部集中在这一边，这边就是一个 L 的大 L 的出去的感觉。然后我们这样子完了之后，这边是不是空的？对。我们这边要呈现的是什么？应该是海芋，对不对？耶！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小老师，小老师，小老师好棒啊！给它梳开。对。我们完成了，来，小心啊，很重哦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我真的觉得就是陶豆啊，您说的一句话就是，无人看到花会无欢喜，对，看到花会笑着，会笑啊，对啊，笑微微啊，真的啊。我知道您其实这几年都很专注的在做这个琉璃。对，这也是我做的。对呀，超美，而且就是搭配咱今仔日采这个花，我觉得就是相得益彰。琉璃是不是也是借由琉璃在抒发您的情感？没错，用琉璃来抒发我自己的物主啦，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奔放的感觉啦，或者是什么，那边有很多啊。这边就是我的，等于是我的展示区啦。啊，我还记得你有一个作品是做给妈妈，是这。这是一只小兔子，啊，我妈妈都是属兔的嘛。哦，那我为什么要做大的耳朵呢？因为我妈妈哈就娇小，可是她很聪明啊，所以我就给她做2只大耳朵。那
这高追啦！这是我最爱的一个作品。在去年我的作品里面，其实有很多翅膀的元素，你知道在里面。翅膀不就是我们讲天使？对，啊然后自由嘛，对，然后就是还有守守护，对对，还有那个爱的感觉。所以说琉璃这件事，还有宗教信仰，对您的零星下半场下半场真的有很大的影响。对，但是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最大影响，就是来自于我的父母亲。对，就是对亲情，对，就是那个爱这件事情。不管父母亲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永远都还是在我的心里。对啊，你的心肝头，对啊，东西。对。今嘛对周杰卡波，咱来到这个所在是册房对不？对啦，册房就是周杰平常时读册啦、办公啦，啊个做事的所在。这阮爸爸、阮妈妈，这我，嘿，他刚好是哆来咪，是不是？就够追哇！哇，真正恁感情就好的呢。真的。我还记得周姐，您有说过，爸爸好像就是大江大海的那个年代来到台湾的那个时候。1949年，对啊，爸爸那时候的故事有跟您说吗？哦，有，他常常都会跟我讲他们那个时候打仗啦、逃难啦等等等等那些故事，常常跟我说。最精彩的就是他们在撤退的时候，他太太跟小孩赶过来的时候，我爸爸他们的船在港口这边再跑过来，这边的船已经慢慢走开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好揪心哦。对，说是不是像一个电影的场景？那个景色都在我们脑海里面都出来了。我觉得我的父母亲之所以可以给我那么多的爱，是因为他们经过了那个人生的一些悲欢离，对，颠沛流离也好，悲欢离合也好，他们经过了那个时代。这真正是时代的无奈，对迄种生死离别的代志，咱真正无法度去体会。所以我感觉周杰因爸爸吼，甲伊讲安尼故事安尼的代志，除了互周杰感觉就唔甘以外，互周杰会知影讲，人生的顶半场、下半场，人生的每一天拢要好好啊把握。这个字是爸爸留给您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留给我的。这算是对您的一个叮咛吗？他其实这幅字给我的时候，是我刚要离开演艺圈，清明无祸者，勇退急流前，就告诉你说，你要勇敢的去退到后面去，然后这才是属于你的人生。我感觉是给你上大的那个力量，那个力量在给我，就是说，我要离开这个圈子，我要充满了勇气的离开它。而且我看到现在您的桌上有一本，这是您的论文，对不对？我写了1年半的论文，就高呢，好厚哦，很厚哈。因为我的父母亲他们其实当时是不愿意我进演艺圈的，他们觉得进什么演艺圈呢，好好的念书就好了。我们家书香门第嘛，对不对哈？一定要把书给念好嘛。所以他们其实这个期望跟他们讲的这些话，其实是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面的。所以当我的母亲2017年走了以后，我就在想说，我爸爸、我妈妈都走了，哈，那我剩下来的是什么？我剩下来要什么？这个时候，李行李导演，他是我的另外一个爸爸。李导演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阿丹娜，他说你已经把你所有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，你都已经了了你的责任了，你现在可以去做你自己任何想要做的事情。”这就是一个约束。周杰伫60岁以后，搁去读研究所，是对因爸爸的一个约束，嘛是完成伊家己的梦想。真正周杰的精神，我就配合的，就是一直要给他执着的做下去就对了。然后，但是嘛是勇敢的，安尼，对吧？轻轻松松，快乐过日子。伫咧周杰的厝里，看到伊遐尼济流离的作品，
哦，有够美咧！我都咧想讲，这琉璃吼，对伊来讲一定有啥物魔力，互伊遐尼啊喜爱，所以我今仔日特别约伊来到新北市银果食，来体验一下，到底这个琉璃的创作有啥物趣味的所在。哇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那个看到伊啊呢。周姐，哎，Hello， 楚婷。哎，真歹势，你足无闲，我搁甲你硬拗。对啦，对啦。哎，我甲你讲，食。都几家？对，我找的所在都是食。哇，就特别的吼。很特别。对呀。傅凯老师吗？对，我是楚婷，你好。对，那我东西可以放那吗？可以啊，我们可以先放这边。好。等一下，我可以在他旁边吗？当然可以。可以啊，哦，谢谢。我们可以先来选一下颜色，这一些颜色都是玻璃的材质。了解。对，我们等一下会用透明的玻璃，然后去沾这些颜色去做上色的动作。哦。对。所以这嘛是玻璃，这个也是玻璃，对，只是有颜色。在透明的玻璃里面加不同的金属的成分，它会有不同的颜色跑出来。很烫的。尽量不要让那个皮肤跑出来哦，不要接触到那个，因为会有一些热气。对，那个热气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热。了解，你一定要自己亲身经历，你才知道。好，它里面现在的温度在那边有看到吗？哇哦，1150度。哦，这热，就热就嗨咧，有热气过来了哈。要来做琉璃进前，我其实已经有心理准备啊。但是来到这个现场，嘛是紧张的呢。开始转，有看到玻璃吗？哦。好，往下把它卷起来。好，慢慢拿出来。好，继续转哦。一直要转，不要停哦。好。哎，很棒哦。好，现在1000多度的玻璃啊，它很软，所以我们这样停下来看一下，它会掉下来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的铁管会一直转。一直转，不能停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去沾你的颜色哦。你再轻，哎。哦。然后我们洗一束啊，换另外一边。先沾。安尼甲温落，温落。好。啊，阮三个手拢温掉啊。好。今嘛我们要把它加热，让它融化。哦。我们要来这边。来。我这嘛是做热的哦。哇，这嘛是1000瓦度。1000瓦度，1200瓦度。哎，放落来好，然后豆豆啊，甲放入去。哎，豆豆啊洗。安尼你的手就会做自然的线条造出来。了解。好，过来。所以这逐一粒拢无共款哦。哪洗我就哪想讲，哦，做这真正是足辛苦的呢。迄爱会堪的高温，嘛爱会堪的这目睭，因为我上袂适应的，就是目睭迄看迄个高温吼，迄个红色的火，看久真正哦，足无爽快啦。啊，一看别位，真的哦，规个拢乌红面去啊。好，就这哦，来看一下伊的线条咧，哇，也变这种线条效果。但是我即摆目睭伤干掉啊！好，阮即摆要来吹气。好，舒婷慢慢吹，不要一口气吹下去，会破气。好。过来。你看老师的手没有停过。好，我休困者。上歹笨的就是这个泡泡。哎，伊造出来哇。中间气泡。对。头一个泡泡在这最重要的哦。这个泡泡造出来，阮后边就唔免出来，就轻轻啊笨就好。哎，你若想出来也变气球啊，做大的，然后就破气啊。了解。你写真的会破气的啊。好。现在要去再捞第2次的那个料，让它外面再裹一层玻璃。你流的汗比我搁较侪呢，你是毋是比我搁较紧张？其实我足紧张的，我足惊无说哩，都弄歹去啊！啊，我嘛有感受到周杰伊嘛是紧张，啊，伊的紧张毋是惊物件弄歹，是惊我受伤，所以我有感觉到伫我的身躯边那个有一个足稳定的力量哦，一个小天使吼。我迄讲要安尼洗，伊嘛倒洗哦，过来嘛帮我喷水，因为周杰伊是内行的，所以对伊家己要徛伫咧倒一个位，当时会当来甲我斗3工，当时会当退后，互我有空间去进行我的工作，伊拢知影。这个所在，互伊遮变软。
稍微用力一点点没关系。好，变扁啊我，有。句子句一下。哦，爱记一个。对，也瞬间冷却爱的别困，所以这时候爱靠力啊去爱卡，卡一两三。搁一遍，过来，水，来来拉来了。哇，多谢啊。好，来，会使先扛来，把去好玩哈，热。很热吧？足热的，但是嘛足好耍的，啊嘛足紧张的，足刺激的。哎，对啊。因为玻璃啊冷起来就我度操作，所以阮会把握时间。看头前有一个孔，有。等下会甲伊拍开，伊就会变你的背孔。哎，对对对。了解。平的。嘿，平，嘿，安尼平的好。哎，出礼拜甲伊小扣咧，有哦，真冷的哦。有啊哦。对，然后慢慢。好，搁洗转来，哎，搁甲洗转来，轻轻啊就好。好，来甲扣起来，嘿对，哦，安尼就水哦。哦，安尼一个杯啊就完成啊。完成啊！哇。还有的作品就完成啊。我还人家你洗迄云雾的效果就造出来。有造出来啊！对。好来。好多迄个是细粒杯啊嘛，我就已经很紧张了，更何况周姐你的作品东西像你大件，那很重很沉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团队合作，我拿不动了就要一个一个传上去，或者我的气不够了，我们也要传过来吹。了解啊！哎，我今天头昏眼花呢，多谢老师，多谢傅凯老师，谢谢。我需要这一切。来坐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我说真的，我真的有点虚脱哎，有点尴尬呢。所以你看啊，小作品一杯子都要需要1天，我们那种大的作品真的2天、3天都不为过。真的好累哦。累。周姐，为什么你对这个这么辛苦的艺术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就是它的颜色跟它的色彩，我是去看我的老师安井显太老师的展览嘛，我就被他的那个所有的那个颜色就吸引了，然后心想这东西到底怎么做出来的？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变化啊？等等，然后就决心要来学这样，没有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是这么辛苦，真的，在做的时候是一种压力，但是也是一种宣泄，你有没有觉得？有没有觉得有点宣泄的感觉？我平常时那是有啥咪压力，有什么压力那些，或者有什么不欢喜的代志，好像在这一瞬间，好像全部都进去了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是你吹的时候都出来了，会有这种感觉吗？那烦恼都无去呀。那我跟你讲啦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安怎？跟我啥咪出头？我听你讲我会惊呢。我现在在学企划，换你陪我去学企划。好，可以吗？会使，有你伫的，我啥物都唔惊。好，向前行，向前行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台中学企划，好，那个企划也很好玩。对，这才不会灰色今仔日足欢喜。对做一个卡步来甲大家同齐学这个企划，即马看的这就是咧画底稿，哇，学姐大家拢足有气质。刷落来，你甲这台，就是另外企划的部分。同学，恁这边是咧上色啊，对无？对。哦，我看很多次。是吼。所以这个企划不是讲一届上色就到位，有很多次，然后再磨过，再上。是。然后再用磨砂纸来磨。哇！然后磨砂纸还有分哦，分很多号码哦，很多粗啊、细啊、干嘛都。就高工的就对了。丢了。所以讲你即摆咧做这艺术的创作啊，你会不会觉得说，哎呀？目睭较差，有比较吃力的。对啊，真的啊，真的吃力啊。刚刚开始老花的时候，只是觉得有一点点不方便，是。可是后来就会越来越不方便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说啊，你说我会不会万谈？我要是早一点来接触艺术的话，我就怎样。其实，在那个阶段，我还没有办法走到这样子的，我还没有办法可以静静的坐在这里来享受我跟他的对话。这张图算是定稿。对。因为没有定稿的话，哈，
你没有办法100%的成功啊，因为我们不想那个失误，板子好以后，他就把它抠下去，这纸跟外面的抠笔纸不一样，它是混的，它不是油性的。哎，拉起来以后，他就用笔这样子把那描出来，描完以后就像这样的，到现在就填色了。哦，每一块的填，哎，这是有步骤的。所以老师，我今嘛勾的这是什么颜料？这都是有大漆哦，这都是大漆。嘿，我们老师坚持要用自然的，不能用化学，不能用那个化学的，这自然的，就这个可以存1万年哦。周姐，你跟老师是安怎结的？偶然间，上帝安排的，他哪一天都跑到我的画室来了。其实我一直很想学画，因为做琉璃是喜欢，但是我想说再发展另外一条线路。那周姐算是认真的吗？还好，他一定要更认真。周姐，我是问了一题而已，还好，但是他已经没有老师说我的外物太多。对，没办法嘛，这个东西，因为大家都有的还在工作。伊爱个够堂会啦，但是伊嘛是拢尽量来啊。我就跟他讲嘛，他很适合画漆画，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嘛。哪里有？所以老师他如果再加上他的才气哈，再加上幼功，那他要起来很容易。真是的，周杰伊本身就是一个美的代表，这是确实的。重点是周杰一听到老师安尼咧甲学落去，头搁顶较落安尼，搁较顶真，搁较认真，搁画落安尼，我感觉足古锥的，真正周杰是一个足顶真的学生啊啦。像周杰你今嘛嘛是足无闲的，你嘛是坚持要把时间留给你上爱的代志，对不？我一旦想要去做，然后对它发生了兴趣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坚持到底，我一定要把它学到一个程度。那可是演戏我爱不爱？演戏我也爱，你嘛爱呀，我也喜欢啊。但是我觉得人生的下半场，我们的时间应该要紧紧抓在手上，把自己所爱做的事情、所想要做的事情，都把它做到淋漓尽致才对。听到周杰跟我的分享啊，我真正足配合的。因为伫个周杰身躯咧，我真正看到什么叫做凡事无勉强，但是爱尽力，对，就是迄个精神，就是有安尼的精神，咱才会甲咱的生活、咱的人生下半场过甲足精彩、足圆满。周姐，我常常听你讲啊，伫咧你人生下半场啊，可以熟悉主、认识主，然后遇见主，是最美好、最重要的事情。对，我很好奇为什么？你看啊，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带你来这圣约翰座堂的原因。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进去，我再导啊，咖喱贡。哦，好不好？来就看到小天使，哎呀，好水的呢，就感觉足欢喜的。对啊，真水呢。来，上海先生，累。我感觉一日来啊，就感觉规个心情都静下来了，而且不会感觉到原来外面是车水马龙的这么喧闹的感觉。对呀，进到这边来就很平静。对啊，而且看到天主耶稣，对啊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，阿门。你知道吗，楚婷，我的人生下半场为什么，信仰基督教，我的主耶稣对我来讲这么样的重要？最重要，为什么？在那个时候，我的婚姻失败，然后我的身体出问题，等等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就唔甘呢，你知不？我充满了所有的负能量，生气，都在我的身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远避人群啊。今嘛讲起来都是忧郁症啦，有疾病，我无爱食，无爱困，无爱跟人接触，对，把自己关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面。在那个时候的有一通电话来，是电话来的那些姐妹，是我
我瞎死塞了。哦，较无遐信。对，因为跟我讲说，阿丹姐，我帮你在电话里面做一个祷告。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还骂他哦，然后我就回去房间。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太奇迹了，楚婷，我跟你讲，是发生什么呢？我早上起来，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只有感觉到有一股电流，你知道吗？我人就坐起来床上，我讲啊，我是在冲下，然后我就过去把我的窗帘打开，那个阳光洒在我的头上的时候，我真的那一股暖流在我的身上，一股电流，哎，对，点到气起来就掉了啦。我就跟主说，我说这就是你给我的嘛。真正有当时啊，阮心情无好，也是有疾病发作的时阵，有当时阮拢唔知影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，所以真正爱有一个力量，啊，把阮救起来。啊，迄个力量有可能是宗教，有可能是信仰，嘛有可能是朋友，嘛有可能是一个想法，所以我就是感觉讲，上好就是卖放弃，绝对袂用放弃，对，因为若是你家己放弃啊，全世界嘛无人无一个力量会当把你救出来。真的，你知道生无可恋，你知道吗？真的生无可恋，就自己也是要慢慢的去消化那些情绪。林牧师来了，哎，你好，牧师好，对，我们林立峰，欢迎我是楚婷。他一来我们教会来认识我们的主，是哇，我感觉你来食，真正有一种回去到厝的感觉，常像周姐这样子，迷途的小羊，他在外面迷途了这么久，50年哦，50年，又回到这里。在您了解这样子的小羊多吗？还是有蛮多是这样子的，都等来的丢啊。对，中间流浪的过程一定有一些它的原因，所以希望他回到家的时候有一个。觉得被接纳，一个温暖的一个感觉。我最近就是礼拜天来的时候，我一直抬头看我们的这个十字架跟主耶稣，我一直看，我就在想说，我可不可以有一天把它做成琉璃？我在想可是我知道很难。来到这个教堂内底，我有感受到周杰，感觉比伊伫厝的更较欢喜呢。亲像伊讲的，人生安尼，世界安尼，设置点了，啊，搁转来到教堂，转来到伊的主的怀抱内底，伊是感觉足欢喜的。尤其是伊搁特别做一块迄个琉璃啊，甘纳德罗，献互这个教堂食，我感觉这个意义特别无共，因为迄表示是伊的人生。搁踩实起来啊，搁开始活起来的一个象征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你手，引我走这人生路。感谢我们的主耶稣，阿门。头拄啊，虽然我唔捌唱过这条歌《恩典之路》，但是伫个大家带领之下，我雄雄的会晓唱啊呢，嘿啊，就很受感动，就是在你们的牵引之下。可是我就好奇的呢，就是咱已经有教会啊，为什么还要有小组？小组是大家一起彼此相爱、彼此扶持。互相照顾，对，互相照顾，生命彼此建造，就是我们一起读经、查考神的话。然后每一个人如果有每一个人的比如说不顺利的事情，或者是家里面的人有人要有生病啦，或者是开刀啦，或者是事业上面有问题啦，等等，我们都在我们的小组里面，大家做分享，然后大家一起来帮他做，还有他的家人做祷告。这是小组的功能，就是讲大家人看调调，凝聚力就比较大，就不会说自己在家里闷着。那其实我今嘛已经是一个三明治族，所以我就很疑惑，到底这个孝顺友好，他在基督教来的，他会去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实践它？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。
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在基督信仰里面，在孝顺中不是只有服从，他更强调的是尊重与爱。有当时会听一寡时代咧讲啊，迄宗教吼，莫遐尼信啦，惊会迷落，会迷信。但是我感觉吼，这那个毋是一个真完整的讲法，像周节安尼啊，伊每礼拜啊，甲大家聚会，真正会当感受到呢，伊应该是甲大家拢当做亲人共款啊。欢喜的代志也好啊，艰苦的代志也好，拢会当讲出来，拢会当分享，大家会当来参详来讨论。宗教甲信仰，伊应该是一个力量。送给你，上面有一节经文哦，你可以多谢。信我的人虽然死啊，嘛一定会对死国活。牛子，这一个纪念。真的，我被跟周姐分享，因为。我是一个新造的人，真的，跟你分享，对啊，这个没有 say 的哎，没有 say 的，这个话是真的是就这样子，对呀，对啊，给我们2个人的，好，很感动哎，多谢。